好，中国一直出手，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伊公开表态讲，毋望明年顶半年甲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会面，这就引起讨论。总统赖清德就质疑讲哦，若白是做伙阻挡国防特别预算，真歹相信讲因两人来见面会无条件。好，郑丽文就讲话啊，伊讲甲习近平见面无任何前提，只有九二共识，反对台独。 欢喜甲大家拍招呼，大卡国民党员用热烈普仔声回应。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日前参加新进党员的活动，不过前一天才伫广播公开讲，希望明年顶半年访问中国，甲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面。英国总统赖清德接受媒体专访时就质疑，国民党甲民众党斗阵封杀国防特别预算，我都相信电视会无条件。那我们就要问，你要交流的目的是什么？ 你想要交流的内容又是什么？我想都必须要跟国人说清楚。我也希望赖总统不要恶意的带风向，没有任何的前提，没有任何的条件，只有9·2共识，反对台独。郑丽文强调，明年年底有重要地方大选，希望到北京、华府这重要访问，拢尽量在顶半年完成。也若明年美国总统川普甲习近平可能会面失败，外界关心会安怎来看待台海局势。 学者分析，川普进前捌讲，习近平保证在川普任内未对台采取行动。川普应该继续向中方释放信号，卖凊彩来武力还台。我相信对于川普而言，他其实最大的一个期盼的目标，简单讲就是不要爆发战争。那要不爆发战争，当然只有中国打不打台湾问题。那基本上或许美中之间有他一些可以说进行一个谈判和解的一个程度。 学者认为，不管是美中高层会面、两方官方互动，也是在野甲中方的交流，一定程度拢会影响到台海局势。不过，台湾依然爱强化自我的防卫量能，才有法度让台海维持和平稳定。记者综合报道。